很多老烟枪可能认为，在公园这样的户外空间吸烟是天经地义。不过，根据烟害防治法，在公园吸烟已经是违法行为。特别在市府持续推动各式各样的特色公园来吸引亲子运动，或是长辈外出活动之际却吸进二手烟，就是对他人健康的危害，最高将处以1万元罚锾。国家公园、国家自然公园、风景特定区及森林游乐区与公园绿地除吸烟区外不得吸烟，未设吸烟区全面禁止吸烟之场所，并于112年11月15日生效。除了吸烟区外不得吸烟，违者将依烟害防治法第31条规定，处以新台币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。面对在公园、观光旅游风景区等违法的吸烟行为，卫生局接获通报也会前往稽查。自今年1月起至4月中旬，台南稽查禁烟场所已裁处183件违规。依烟害防治法，共稽查禁烟场所16571家次，裁处183件的违规案件。另外，因应民众陈情公园吸烟的行为，加强公园的稽查，共稽查34次，查获吸烟行为人17人。卫生局将持续稽查，以确保民众到公园都能呼吸到新鲜空气及吸收芬多精。其实抽烟不只是个人行为，更是公共空间的责任，因为守法就是尊重，无烟就是共好，所以千万别在公园吸烟，还给下一代更健康的环境。记者郭文吉台南报道。